他2次机会。还有正主的哦，还有正主的哦。来下一位，哦，又是1点好家伙！换下一位。我再拍一个。然后这2个就要记得哪一个接住了。没有小的。哎，我应该也是3个一起。3个一起就过关了。对啊，他们小的。哎呦，2分。下一位。这个就这样，你这个定价，一颗是吧？看到。好，下一个，没有了。